好，来继续来看美国的国防部，这个月月初来宣布，要甲总达182亿的爱国者三型飞弹卖予台湾。但是这个军售案，为空军司令到国防部长到国安会，甚至参总统蔡英文，事先竟然完全拢唔知影，这未免嘛伤过喊过咯。消息现讲了后，国防部才来承认讲，是空军无按照着正常的程序来办理，将会检讨改进。啊，国防部嘛来公布着第一波处罚的名单。今年韩国演习，国军发射爱国者2型飞弹拍到目标，国较新型爱国者3型飞弹，美方嘛伫当地时间7月初9宣布要卖台湾相关的零组件维修、测试、后勤支援等等，总到新台票182亿。基本上听讲，这笔军售案为空军司令、国防部长，甚至到国安会甲总统蔡英文事先拢唔知影。每个礼拜的军谈，高层不清楚这个事情并不存在。才发现讲原的是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将这案件当作是无需要建案，依照需要直接编预算，经过立法院审议，作业一期会，佮透过参谋本部、情报处长室直接送到美国。我们这边内部完全没有任何审查，我们要被逼得吞下去啊！这是一个严重瑕疵。讲这需要台美达成共识，由军长建案，经过国防部长核定，并且报请国安会甲总统了解了后，才对美方提出要计数的军购案。安怎做才算是合理？国防部嘛承认讲有疏信，必须要经过所谓的一些上级单位做核定的，但在这个程序忽略，在程序上有未臻周延的部分，那我们也会检讨来力求精进。国防部强调，目前采购的作业也未完成，会向美方确认需要，经过立法院审议同意了后，才会签署法计书。只是这个军售案牵涉到庞大利益，敢有规划无完善的所在？军方的内控机制，恐惊有这个必要对外清楚交代。